图书馆有着丰富的图书资源，侪民众拢会来到图书馆看册，也是把册借转去看。不过，根据台南市图书馆统计，目前超过期限无形的册将近27000多本，上久的是这本，为1991年10月开始借，到达已经买32档。30年没有，那可能真的要去追那个人，对，看那个人还存不存在啦。要赔钱吧？对啊，要留下住址啊，然后就赔钱啊，不还就当然就是想要买下这本书就要赔钱。如果民众有知道家里曾经有出现这种图书馆的藏书的话也请大家呢就是就近就知道各区的区图去还书。那我们也希望这位读者呢未来如果再有来使用图书馆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系统上面呢就会有注记，那我们就会提醒他说你还有一本书没有还我希望你赶快拿来还。图书馆分析原因，民众借册无形，有可能是上无用，也是无细腻，袂记一时间，也有的是因为搬厝，唔知影要安怎行。图书馆为着提册，除了透过手机软体、信箱、电话等催册机制之外，也定出相关规定。预期一本书一天是1点，好，那我们的上限就是会有60点。那如果还没有还的话，就会做停权。好，所以还是呼吁大家呢，就是赶快把这个家里逾期的书拿来还。长期借册无形，唔但会影响自身权益，也会造成图书馆的困扰。台南市总共有45间图书馆，馆藏数量高达400多本，会当流通来使用。希望这的册拢会当按时回来，让大家看到想要看的册。台南新闻讯采访报道。